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。今在节目时间里，请来教收听由徐云之、黄英、沙大台唱的长篇台词《三三》，请听第7位。张高山，林子堂8号在地里浪见女娘娘，而那个张高山是一说女娘娘收水人，叫张秀英。那么让8号讲上，原来张秀英是我个表妹，她要今朝我当妹妹旁头时，你一定要说出我，你当我不对来呀，还是别气个哈。张小三子，哎，这位兄弟啊，我们一路上不要去呀。哎呦，分那个呀，你对接的啦，娘娘虽然脾气不好嘛，你自个当心点哈了哟。哎，一定不要去。哦哟，你追娘不去不来怪，这得追娘抓到一把追呀。好，老司机虽问无知，不如去西的翁高。我心里看见表妹，她是奉旨是黎明，这位地非真亏待，两位他此时很凶哦。那是东北讲的噻，直到西路地下的夫妻根系，听三子放水。张高三子睡得来一放，你给他等一等啊。是，到楼上去啊。是，你放心下来。他说娘娘是不急你们那里饭菜是啊。哈，我去长啊。是。张高三子忙着楼上想，搬上来。他到楼中间一看嘛，就说你娘娘不来，看上去那拉房里向，谁在老房门跟随门里哗啦接起来，在里向一看，哎呀，这啥？看见娘娘坐好了咯，面孔必白，就说啥奇怪？这张高山自己本人不怕。记住你娘娘来这个破，因为娘娘的脾气蛮疙瘩的，说错一句闲话，背了是错的，当然打不出的。所以张高山子看见娘娘面孔白起嘛，来了外头的不敢进去呢。娘娘让这说，哎呦，心事大得不得了了。上来让面孔嘛必白，一个贴身我的叫小陈，立好了旁边啊。有几个我的嘛，他出去干点事体的，所以娘娘的面孔必白，心事大呢，大娘娘一样，也是高上这个第3个男人们说的一百起，多头啊，2多头，这2多头呢，也像一只豹当中3个把叶柄，2只头面水说了河坡底哦，地支地里挖生人。是么的，你水话夸听起来的为清爽，而且一个习惯，一大家火车西嘛北要开龙沟，智利开龙沟，大把江西个龙东江北要开龙沟，不开龙沟加上你追不动路。那么搞上各种那个男人呢，娘娘心里想总归闷不开心，所以让伤心时呢，房间里习人不生。
哎，就是南方的美男嘛，啊，但是那老师一些什么天天不生的，一些什么美男嘛，南方的少，娘娘房间里像个80几个男嘛，以前隔壁啊，袋子上像一只盆子，5多盆了，红木个架子，盆子里像共好5只头个发水。这个发水海味都起来了，爆苦，嘿，香不香得我发水不顶顶香。不晓得改面几千名里向插几支磨西火不贴，这那发水香的啥？那个发水是被人挪了水里尿了子，吹了鼻头浪门子的香，香不香得我磨西火么顶顶香？大德房间里的门上香。改面啊，一只白水楼宫的当中，白水楼里像个八香不听，是不喝水香得我八香的顶顶香啊！一比是哪个香是蛇配，要了后里蛇子的香个牛泥是第二的蛇的香个清香，那么三样下面不对的要长起来啊！这么说是讲，你三样下面闻了一塞。一人相逢，吃得张水人，别头不必去门口。离开口第一上是不水香，也不水第一，是莫水香嘛，莫水第一，啊是八香香嘛，八香第一，好呀。所谓三样下面分了一堆，一人相逢，吃过来嘛，吃得你娘娘别头门里，娘娘一门格格一人香嘛，得得比比个香，哟。他一人香啦，总八卦一上香，这样下面说祷告才不去，才不少来，哈哈哈！你是后边叫的，哈哈，在里。隔壁个敞开了啦，连一窝是安狗嘎子，安狗嘎子上像都还有个红纸落安狗啊。啊，有点人力的到了，老不是要飞他了。你娘娘再呼吸个这安狗，你这个石头为的水哦，一口呼吸吧，还真灵了。加上你娘娘真清爽了，几个手对这个你娘娘。娘娘，那你刚才这样去兜走了喂？娘娘一想，嘿，终上么个为得灵。想我个男人嘛，这什么不为好的，一件杂巴讲了几个隆咚讲。于是把头面做的为要好我了呀，你呼吸风炮上，这平板要劈破。于是把家说那个炮上空到路上像困着，塞了鼻头洞了要风，吓得娘娘跳起来喊救命。哎，想我搞着个总那个男人嘛，总也提出指定个。娘娘是一开临阵，必须香。各种那个些姑娘啊，真是那西生人，实然两有定。我的终身后配臣服难。人家说不忙男人们半夜们功名利的守护啊，将来我们大红姑抽腰背，我不想在，若是精神
恩于狗儿娘，一人搞一年四季，兴致来这个很，我染不上个兴致。我是春雨西花，不爱富山，夏日一天云某酸，秋里抛开酸心味。让看娘娘的张面孔，过去辰光一看啊，娘娘的张面孔再会活落地噻，那么可以进去的啦。所以大胆里向，别个进来嘛进来哦，心里想总归有点虚的。呀，你娘娘在哪上的？这个高伯母亲是你娘娘，不开的噻。娘娘看理不起，你们是个狗商。这个耳朵里见个种腔调啥个老手，这个老是不可对的。本可以不给当的，哥哥，哦也是光的，刚刚开口已经错哪里的哇？哎呀，娘娘在哪上的？咱高伯父弟子娘娘哪里可对的？不罢了，小子娘娘，罢了好事。本来我不来的呀。是的，当然挺羡慕啊。啊，那因为想要买今天买个新来动儿，哎呀，所以领得里拿来嘛，请你娘娘开头来领上呀。娘娘听，我当初想啥个大事体，先买一个石头，开头领上。你晓得，娘娘比张也想说高日领上，不晓得张高山是不太天神。心里想嘛，我是不过对娘娘忙忙，一本正经，做东高面孔的，今朝嘛不良啥等头不来打打。呀，娘娘，我觉得你娘娘是收税人哇。我收税人是上有收，你刚吃晓得我收税人。那个新来动儿家还是收税人呀。啊？咦，哎呀，喜剧呀！收税人在给到地来做计划人，实对喜剧的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咦，这个啥个小孙来呀？哦哟，厉害个，在那气象哦，人人说你个收税人不要打啥个吹嘎子，到收税人那里给他收动儿的药物。看你收税人个对，是个意思，所以嘿嘿嘿嘿，搿种那个腔调了。不如嘛，高年龄上不简单，为是不了山高这是十杠两来嘛，今朝我也看看个收税人，哪一上面当？啊，收税大人高蛮多，你要做动儿经过了收税太对，做佣人。还是你到湖西龙井镇上河乡府里家来开个收税人的队啊！这个收税人到可我是觉得，哈，既然是此，那明察登来，记那我啊，是谁？
高山子有金河流，一口心来心就上灯了。我心想，哦哟，张家这哎呀，可是娘娘会被疾病啊！这就病呀！你娘娘身体来得个好呀？哦，来也调调我得来啊！哎呀，真记得。本来那是不记得呀。哎那么我说是喊我来记得呀，俺来调调我得来。哎呦，我总是要调地上，我要调调的。那么讲了这个，哦，一定要记起。你别觉得给你放心看，是，谁是刚刚起我来当心点啊？是我哪里给他灯了啊？哎，干嘛不是把这上去的话，吹水无内力的用功，跟我打上去嘛，拿上去吧子。最好让我上去嘛，你妹妹不认得我顶好了。我来张吹送强调出来啊，你就不认得我。光是我现在是冬儿当被龙帽出身，头上戴一顶落人的龙帽，你拿顶龙帽攀一抬啊，头头抬到地头，你眉毛打给你整一圈，两只水嘛像是个龙骨，这种强调，脱嘛脱的是白头浪，露出两双眼睛，白些嘛拱起呀，屁股嘛看起。用得到骆驼是干意思？我啊，那个皮头轻轻的嘛，走到红不头的声音，还是声音听不出去了。我上去嘛，我讲的多带下头看，别带上头看。看见上三角嘛，总归是你妹子在。要举下来，这里可是一个不识的了，出卖的嘛很多。那么你上不去。一到扶梯的浪向从墙边走出来，这龙妈妈跟着是你那个大两只什么像是个龙骨啊，背心弓一口枪，毛发了，毛过来嘛，毛在吕中间，看见面上三角，啊，再看对方。娘娘为王娘人听听。哎呀，我的呀！哎呀！这西瓜子打我的西可对的，我光有了要对不是动的。娘娘往谁的来？麻烦过来。啊，那个我的那门里一下，刚才你到熬房，然后里讲了，那么你要滚了滚，再给他蛇根嘴巴给他滚进来。娘娘也看过了，那样是一个周嘴人。忙过去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周嘴人这个实强的，像个棒子刚滚了滚过来了哟。娘娘口里呢哈，吃上麻烦毛过来嘛，给你个小春菜。娘娘门前在，这个到猪肉上叫了啊，看见上三角。娘娘为王娘人弟弟。哎呦，这个声音哪够的啦？这个门那都房里下哟。可就是那样子，上面孔都要看里也看了里。对，是的来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！这对哪对不起？娘娘为了娘人不给弟弟，谁不让他困了哈？是儿不遂，是弟对。为了丢了黑哇，是我们不在你经过对的。不给弟弟，娘娘是4年不在嘛对的之外，对着那做啥家？是。啊，哎呀，我得向你耍个龙是吧？向你唱动力啊！被这个祖母子了修出来的。那是当中里面孔上有点铺花，当然是俺白天天这个十身的祖母个大面孔嘛，我得去3把手里走这里手机上打楼，对嘛？对哪去？不是嘛？在做改改的，让不做不敢是。娘娘带了一口哎。哎呦，
每次让当我对眼睛看不要把你认得个叫，我只好做一个实抢出来不你看，对吧？呀，这娘娘也难为人个了，这就是说这个铁拳玻璃个，为了事业做么身体一平。哎呦，当年对头，一个妹子不认得我给。可怜呢，身体大批了，事已经做么子张面孔，根本你随着刚才呀，你带动着我龙放快，二娘娘虽然相人开的啊！哎呀，娘娘一听不对了，李长，方才个声音啊！嗡里嗡里三个门拉旁里响，高些人把我声音上听彩的啦，脑袋一哭一哭的，对诗人放我来么身体不够来，仔细在里一么，这个人说好去，上香背上来，是个好的。这样被多少容易挤出来，没必吧？二娘娘，妇女成亲。面孔说的啦，我看见习惯，还像一个人，像少年人，还是别兄堂不好，像我阿哥当人啊，这对里仔细一好嘛，少叫像叫石头子官。豪门谁知主家？啥人不晓得？你为地上个事体要冒出身体，得给他来做动儿女，一做女的嘛呀，明白了。给他来，一定那让手最长子一当大个好，不人家也在那里，领不办法想，所以大大吃力嘞。这一想嘛不为过，他是大。
你是高牛来呀？阿公夫妻欺负别人家，有啥人过去欺负你呢？根本你家对他来啥个事体？对的，我想我不太太你上来规矩，杭州天子定下，东最后去谁社会对象。老家父母天作相约。出去山乡了，离半夜到4个窝头，春夏秋冬，来当中的吹响面孔再在标志。现在眼前的手的后腿在社会留下，我阿哥又受到后腿去白相，当头子吹响，看见吹响面孔标志适当的来的。在这里把面孔一毛毛，哎呀，实头是个，那哈米，可怜说他嘻嘻笑眯眯，一头个小气，不是汉子。他是心惊。位置推下来，这个对阿哥看看难厉害的，带我路上来，上坡我看出来，做出这种实枪，飞心弓屁股敲起子冒进来，我那时候被我看出来，那天为这个大妹子外头人，这倒唔高兴，根本没啥，位置来去嘛，我鼻子来为要追。今朝体贴呢，娘娘这倒唔高兴，好像不认得一样，一本正经，心来相思。哎呦，叫我写，但不叫我写三字，当初不来不是啊，写字，锅里就是写字弄弄。娘娘，你哪里生事？可惜们你呀都闷头，你呀晓得我手机你来，你们地上，小人高手神，高手谁在后处？但我不晓得，不能说，谁来参归为水当上？一面龙口举到18道，西北大王土地，家族军事。我都离过了，离不哈？我没晓得喂，你是来带货物不？我带货物自家一点同高，嘎不落了，嘎带子神傲气的。明明让说句话，新人民说从东门这个，我们先当在那个人当人，不能说先看明秀。哦，是，
娘娘心里想，称赞表兄于大人。康熙两字不特当人之体，到底谁知啊？今年几岁了？哎呀，别伤我！我说出来一点口误，你要晓得我今年24岁呀，我不能说呀。18岁。好，18岁啊！我你老婆周期着玩，你10岁3年只活得2岁啊！为何没生得此？我是为取向了嘞。我唯有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没生得此。你是讲可难了海啊？娘娘的确死特在，无依无靠，实在苦得不得了，所以毛生得该当。哦哟，根本我的也是说，你真正苦闷，手段你屋里呢还去吃个药，不见得够拿出来了。为此呢，去了追呢，啊，无依无靠。是啊，父母双亡。如此说来，累得你家中的人一个一个都死光的了么？哦，很快，最多他结婚走人啊！可是我为我不娘人，二娘娘，我记着口里，不要是我家中人死，我连表亲家中表妹都死了我上10天只在吹了你吧，你当我忘记这个这样，那是我错没的。一口是非，我一帮个家女你不晓得吗？我还说是，我师傅文章，技能，变那个面孔。现在你说字不说字，他那马马虎虎，来说字说字个嘛，我今朝也来讲他那两场。一帮高牛来要不走，为此个小丫头，你可抓得这种实枪，可见扎上去，等出力量上，进来便是。哦，就是写诗吧。是儿娘娘，我儿娘娘，第几句一女。谁知选家之女？大内放屁，天亮。知道你怎么不头痛？想几句寻梦中。但这个呢，就应该与之我们说之时嘛，你们还想我几多干事身上就懵懂，我来回答你。我没人听见我，你身上困难了呀？好不得，衙门之中把空气中。我没人想起，却大水下生丫头，狗日为理不为用。让体现了，就应该你这做些生意，忙想给他工业教啊，不太对，我没有本事。哎呦，这位讲了，我那边也都是有人，立口真相是高手为家与知都善，你有对看的子门中，我在高手
要该到底谁下死么恐被青雨要加险我的。哎呦，你到鼻子上来，为何不人先来了？啊，手机没有人先，明显的你在给他的我了浪先来呀。哼，你机智听雨在下，你可明白？你机智听雨来在下。之下，你家康氏的周氏血泪浓，你高牛了要不走弄得个种实强，你阿些等到祖宗骂人死了应该了浪哭。我也是看见，可上面比距离距，耍道理。但慢慢看看你好走，我居然是某的阿冲的，叫说不讲我里起来的。娘娘在里忙忙有什么？让让对我看，隐隐手机之不，你还叫我起来的？为此你当猪娘嘞，现在地上那个娘东推，娘娘都举手。我女性当里还讲讲，既然美生在此，是啊，是奉哪一个？到个海南男人也来海玩，我话出门的发生到男人玩，这么多对了，女多对玩，是否两位公子？哦，不是个男人啊！我娘娘想我这有点担心过，我男人现在是个独头呀，不难来受了，是要受得比妻子管。可是要关在力量上盖。既然神在书房侍奉两位公子，是啊，书房之中的鬼梦，你可懂否？我话谁懂过？我里向懂儿一老佛事呢。书房中的鬼梦一桩都不懂。你竟不懂？是啊，在奴后娘娘来接待于你。瞧瞧你，这种锻炼是家边你说得给。那么听着啊，是我的女儿，你呀啦啦的君子，是个你。你说出来的话，还有气个不去，哪不里说得出么啊背部？你顺着书上介绍啊，要黎明即起，四干米起来嘛，天光瞧蒙蒙亮的，起来在困呢，自己要做到四干天了困着来。然后见我困的一些些神困，毛把子要死他干也算了个，那么你发干净。二娘娘，我虽是一天到晚不为不放，阿公让发多精神啊！啊，为于什么？你拉的是人是风是。你跟谁与？公子知哪里随着兵？
讲个是磨夫子，公子几次摸摸手里拿鞭子了，还要拍磨皮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娘娘想别样才是高，最要紧的几句话要搭你讲啊！我猜想上去的回去想来，但是回去想来了，去想让中门之内，内让中门之外，内势必须要想尽办法进中门。可是龙川帮子之余，见我这面孔包得烧浪花气，我个阿哥那里给他都带药，我也推的。可是我不要干什么？心来便是是儿娘娘，你是一来，不可把中门进。进了怎样？口居下相中，有杀生归你，我也是比人之大，谁知我儿娘娘怎样？昨日也到谁亲？但是我的性命啊，不也当杀他吧？为什么？他如你3年后插头。对你无告怎样？奴儿娘娘从容于上，小小你为要从容于上，伤我什么？伤你3个不同的。来上得出要死脱的了，来说叫不知两得非不我吧，不同的了，啥都是。当的儿娘娘的手上。哟，这对呀，妹汉，你今日登来为了是看头脸上，为别人看头，看高的了啊！奴儿娘娘莫与开见。咦，那个眼睛上了出气啊！啊，莫与开见。没对我还不客气玩，没对我还不客气玩。儿娘娘身上相人看头，为此你老来这也高一个，为看头，为此你吃了我要眼一个，再看头。娘娘想还在，别说容易在。那么客气这样的对嘛，今朝哎呀不丧事不理了，不能不告。他如今朝不知丧事不理了，阿哥反而要动气。说起来呢，整个当子有人噻，我这里累累呀。罢了，给是领上啊！可知不晓得高年领上啊，一点不干。这我是儿娘娘身上相人看头，我再看头，为看头看头。可知不晓得你稀里哈哒流水，少了可不晓得。各种头看了让伤死人，把么屁事别喝，到底死人用上，哪不要倒是忘记多的呀？